琴日嘅時間，你哋咧睇波都喺度投入有咁嘅偶像啦。今日就係好多嘅球迷、好多 fans 去睇翻你哋啊，個感受係點樣？我哋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Mirror。大家好，我係 Eden。好，我係 Dono。Hello， 我係 Stanley。今次十分之榮幸啦，可以有幸出席呢個活動，因為我哋三個本身都係好中意打籃球，超級 fans，所以今次對我嚟講，即係唔止係一個工作啦，仲係一個志願，所以好開心可以同在場咁多位一齊分享打波呢個喜悅，希望大家都繼續留意 NBA， 繼續中意打。Stanley 啦，即係細細個都同你一齊打籃球啦，今次喺 NBA 嘅木板上面打波，嗰個感覺係點樣？其實好感動嘅，因為其實即係你知我中學已經係一齊係咁打波啦，跟住之後已經睇 NBA 啦，跟住估唔到係有機會可以喺 NBA 嘅即係場地上面可以打波啦，可以射到個框啦，可以知道個波係點樣啦，我覺得好感動成件事。仲要同我哋嘅 NBA 球星一齊組隊去比賽啊！冇錯，係。姜濤咧啱啱完成咗你咁精彩嘅表演啊！係啊，真係夢想成真嘅感覺，因為頭先喺開台見到張邊啲林書豪前輩，我就覺得哇，佢真係激勵咗我打波嘅一個人，所以頭先真係好開心可以同佢合照，所以頭先嗰下真係覺得夢想成真，所以好多謝 NBA 嘅邀請，我哋希望下次再有呢啲機會。OK， 我哋再次俾啲掌聲，多謝 Mirror 為我哋圓夢，亦都恭喜晒 Mirror 圓咗你嘅 NBA 夢想。Thank you Mirror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各位球迷朋友们，非常感谢您参与由阿里为您呈现的2025年 NBA 球迷日活动。明晚在我们